上到機就見到呢個過夜包。起飛之後就會派發水同埋餐牌。原來做咗土耳其航空嘅會員，仲可以喺機上面享用佢嘅 WiFi。落咗機記得認住紅色呢一個國際轉機嘅標誌，準備定你轉機嘅 QR code 入閘過安檢。而因為我係行李直達嘅，所以轉機就唔需要再拎行李啦。今次轉機嘅時間係2小時15分鐘，我自己就覺得係足夠嘅。但係如果你想喺機場行街，時間就可能要充裕啲啦。希望呢條片都幫到要喺伊斯坦堡轉機嘅你啦〜